你有冇諗過，點解一間開到全港知名的過江龍，每日排長龍的瑤瑤酸菜魚，竟然會有一日要面對每個月蝕足100萬的慘劇？但係背後個大業主竟然寧願睇住間鋪吉咗佢，或者眼白白睇住租客頂唔順，都死死地氣死頂，死都唔肯減租1分1毫。大家都明白，今時今日香港的零售餐飲業市道有幾咁嚴峻。由2002幾年開始，通街都係執笠潮，唔單止係本地的老字號，連內地氣勢洶洶、實力雄厚入嚟香港的過江龍品牌，都一間接一間咁喺2002幾年呢段期間頂唔順要黯然離場。普通人行街見到啲黃金地段、核心商圈的巨型鋪位一個個貼晒招租告示，心入面一定會浮現出一個好大好大的疑問，就係班業主係咪傻咗？明明市道咁差，租客都已經蝕到入晒骨，每個月幾十萬甚至過百萬咁樣倒落鹹水海，點解班大業主依然可以擺出一副理直氣壯、高高在上的姿態，寧願由得啲鋪位空置半年、1年甚至更耐，都絕對唔肯同租客坐低慢慢傾，減返少少租金等大家可以共度時間？其實呢個世界邊度有咁多傻人，特別係喺香港呢個玩金融、玩地產玩到精明一世的社會。呢班手握幾十個核心物業的大業主，背後隱藏住一個令佢哋迫不得已、根本冇得揀的驚天黑幕。呢個黑幕唔係因為佢哋面子問題，亦都唔係因為佢哋唔知出面市道有幾殘酷，而係因為一個喺香港金融圈同地產界大家都心照不宣，但係一講出嚟就人人自危的致命枷鎖，嗰個就係銀行 call loan。如果業主今日一時心軟，同你減咗1成或者2成租金，佢聽日可能就要即刻面對銀行向佢追討幾千萬甚至幾億元貸款的滅頂之災。我哋今日就由瑤瑤酸菜魚呢個轟動全港的結業傳聞，或者市面上的執笠現象開始，同大家層層剝開呢個背後的利益鏈條。一間咁有名的酸菜魚店，當初入嚟香港的時候真係意氣風發，揀親的都係一線商場或者最旺的街鋪。你想想，喺呢啲地方租一間幾千尺的鋪位，每個月的租金閒閒地都要幾十萬甚至上百萬港元。喺2002幾年嗰陣，內地餐飲品牌掀起一股瘋狂南下的熱潮，大家都覺得香港人的消費力好強，只要打住名牌的旗號，再加埋內地嗰套極致的服務同供應鏈管理，落到嚟香港肯定可以大賺特賺。但係現實係好骨感，香港的經營成本高到你無法想象，人工貴、水電貴，最慘的係2023、2024年之後，整個香港的消費模式出現咗翻天覆地的大逆轉。每個禮拜五一放工，成千上萬的香港人好似走難咁湧上去深圳消費，留返喺香港的人好多都選擇消費降級。一間原本預計每日要有幾十萬營業額先可以收支平衡的酸菜魚店，可能到最後每日連人工同食材成本都賺唔返。當1個月、2個月，甚至連續大半年，每個月都倒貼100萬港元的時候，就算背後的母公司幾有錢，個資金鏈都總有斷裂的一日。當呢啲過江龍租客頂唔順，同業主講話：大老闆，我哋真係每個月蝕足100萬，如果你唔同我劈租，我哋就唯有執笠清盤。正常人會覺得業主收到呢個消息，點都會驚一驚，始終少嚿肉好過冇飯食。如果租客真係執咗笠，個鋪位空置咗，業主1分錢租金收入都冇，仲要自己俾管理費、差餉、地租，仲有每個月要還俾銀行的天價按揭貸款。正常商業邏輯話俾我哋聽，減租減個2-3成，留住個客，有穩定的現金流先係最聰明的做法。但係偏偏香港的地產市場唔係行普通人的邏輯，佢係行金融資產的邏輯。要明白呢個黑幕，我哋首先要了解一件事，就係呢班大業主手上持有的核心鋪位，市值動輒幾億甚至10幾億。佢哋當初買入或者重組資產的時候，絕對唔係好似普通人買居屋或者買層私樓咁，老老實實俾個5成首期，然後每個月定額供款。呢班大業主同發展商，佢哋係用一種叫做商業房地產貸款的金融槓桿。當大業主去銀行做融資的時候，銀行睇的唔單止係呢個業主本身的資產有幾多，最重要、最核心的審批條件係呢個物業的租金回報率以及它所帶來的現金流穩定性。銀行會用一個專業的公式去計算呢個物業的價值，
叫做資本化率。簡單嚟講，如果一個鋪位每個月可以收100萬租金，一年就有1200萬的租金收入。如果市場普遍的租金回報率係3厘，咁銀行就會估算呢個鋪位價值大約4億港元。基於呢個4億元的估值，銀行可能會借出50%或者60%的貸款，即係借2億幾俾業主。喺呢個借貸合同入面，有一個非常致命的條款，叫做債務償還覆蓋率或者貸值比。貸值比的意思就是你欠銀行的貸款額同你個物業的最新市場估值必須保持喺一個特定的比例之內，例如唔可以超過60%。如果有一日個物業的估值跌咗，導致你欠銀行的錢超過咗估值的60%，銀行就有權利要求你即刻攞夠錢出嚟填補呢個差額。呢個動作就係全香港所有炒家、所有物業投資者聽見都聞風喪膽的學論。好啦，依家問題嚟啦。如果搖搖酸菜魚或者其他大型租客同業主講要求劈租，由每個月100萬減到每個月60萬，如果業主應承咗，同租客簽咗一份新租約，咁會發生咩事？當業主一旦正式減租，呢個鋪位的年租金收入就會即刻由1200萬暴跌到720萬。當銀行的風險管理部門或者外面的獨立估值師定期去評估呢個物業價值的時候，佢哋一睇到最新份租約的租金跌咗40%，佢哋就會即刻用同一個資本化率去重新計算。本來值4億元的鋪位，因為租金收入縮水，個估值會瞬間由4億元插水跌到得返2億4千萬。如果業主當初向銀行借咗2億4千萬，原本4億估值的時候，貸值比係安全的60%。但係依家個鋪位估值跌到得返2億4千萬，業主又欠緊銀行2億4千萬，個貸值比一下子飆升到100%。對於銀行來講，呢個係極度高風險的呆壞賬預警信號。銀行的信貸委員會一開會，就會毫不留情咁向業主發出一封律師信，要求業主喺30日之內，或者一段極短的時間入面，拿出一筆過幾千萬甚至1億元的現金還俾銀行，將個貸值比降返去60%的安全水平。你試想想，依家整體市道咁差，大業主就算表面幾風光，佢大部分的資金都去咗買樓、買地或者做其他投資，佢手頭上邊度可能隨時攞到幾千萬甚至1億元的現貨現金。如果佢拿唔出呢筆錢，銀行就會毫不猶豫咁將佢成個物業沒收，變成銀主盤拍賣。到時業主唔單止係冇咗呢個鋪位，佢成個商業帝國，佢的信用評級，甚至其他連帶擔保的資產，都會好似骨牌咁一塊塊倒塌，直接陷入破產的絕境。所以對於大業主來講，呢個係一個非常簡單但又極其殘酷的數學題。如果我減租，雖然表面上保住咗個租客，每個月仲有60萬收，但係代價係我會即刻被銀行 call loan幾千萬，甚至搞到破產。相反，如果我咬緊牙關死都唔減租，就算個租客頂唔順每個月是100萬，最後頂唔順要執笠，個鋪位變咗吉鋪，雖然我短期內冇咗租金收入，但係喺法律同會計的層面上面，我個物業的法定市值依然可以維持喺舊租約的水平。因為業主可以同銀行講，我呢個鋪位原本係值100萬租金嘅，依家租客執笠只係一時間的個別事件，我只要繼續維持100萬的意向租金去放盤，喺銀行的賬目入面，呢個物業的估值就唔需要即刻下調得咁恐怖。銀行通常喺呢種情況下，只要業主每個月依然能夠從其他地方揾錢，或者用自己的老本準時供返個利息同本金，銀行好多時都會隻眼開隻眼閉，唔會即刻去重新評估個物業價值，亦都唔會隨便發信 call loan。因為銀行自己都好驚，如果逼得太緊，業主真係破產，銀行手上多咗一堆無人要、租唔出又賣唔去的銀主鋪，銀行自己都要面臨壞賬撥備，對銀行的股價同業績都係一個大打擊。於是喺業主同銀行個壞鬼胎互相角力的情況下，就形成咗一個全香港市民都覺得好荒謬的怪現象。市面上的鋪位越嚟越空置，經濟越嚟越蕭條，但係街上的租金牌價依然係高不可攀。班大業主寧願每個月自己貼錢去交管理費、交差餉，眼睜睜睇住間鋪養雀仔、拍烏蠅，
都絕對唔會寫低一個平字去破壞整個地產市場的估值神話。呢種死頂的現象，背後其實係一場驚心動魄的金融時間賽跑。業主每日喺度賭緊一件事，佢哋賭緊經濟會喺未來的幾個月或者一年之內反彈，佢哋賭緊會有利率下調的周期快啲落嚟，佢哋賭緊會唔會有下一個唔怕死的內地過江龍，另一個搖搖酸菜魚，或者另一個新興的茶飲名牌，滿懷希望咁衝入香港市場，心甘情願咁用高價接咗呢個火棒。只要有一日被佢哋等到一個咁樣的傻瓜新租客，用接近原價的租金租落嚟，咁大業主的整個金融泡泡就可以完美咁繼續玩落去，銀行嗰邊就可以交代過去，資產估值又可以維持喺天價。但係如果一直等唔到呢？呢場遊戲的代價就會由整個香港的實體經濟去承擔。當一間好似搖搖酸菜魚咁有知名度的過江龍，每個月蝕足100萬都等唔到業主減租，最後無奈執笠的時候，它背後代表的是幾十個甚至上百個香港本地員工失去工作，代表的是供應鏈上面的菜商、肉商、物流公司少咗大筆生意，代表的是原本熱熱鬧鬧的商圈少咗人流，變得冷冷清清。更深層次的黑幕，仲涉及到一些大型發展商同商場的連鎖效應。如果你仔細觀察，好多時呢啲過江龍開鋪的地點，都係喺一些大型地產商旗下的名牌商場入面。呢啲商場的租約，往往唔係普通一張紙咁簡單，入面寫滿咗密密麻麻，對租客極度苛刻的條款。除咗高昂的底租之外，通常仲會有一條叫做營業額分成的條款。發展商會用盡方法喺商場的餐飲組合入面，不斷引入最新、最爆紅的內地或者海外品牌。對於發展商來講，呢些過江龍品牌一開始進駐的時候，自帶巨大的網絡流量同話題性，可以幫個商場帶動大量的人流。發展商甚至會喺一開始的時候，俾一些所謂的裝修期補貼或者短期的免租期，誘騙呢些過江龍簽落一份為期3年甚至5年的長期高價租約。內地好多品牌的主事者，可能對香港的地產霸權同法治環境未有最深刻的血淚教訓。佢哋往往用內地1、2線城市的經營數據去推算香港，以為只要有流量、高租金就唔係問題。結果一簽完約，噩夢就開始。香港的商場管理極之嚴格，由裝修的每一個細節、消防牌照的申請，到每日開鋪營業的時間，都有嚴格的限制。如果租客因為生意唔好，想擅自縮短營業時間或者索性唔開門，發展商會即刻出律師信，每日罰你幾萬甚至10幾萬元罰款，告你違反租約。喺呢種情況下，好多過江龍真係進退兩難。如果繼續開門營業，每個月因為人工食材同底租要淨蝕100萬，但係如果選擇提早結業、棄鋪潛逃，發展商就會即刻沒收你幾個月的按金，仲會透過法律程序追討你成份租約剩餘年期內的所有租金，外加天文數字的違約金同打官司的律師費。所以好多時我哋見到某間鋪頭明明話要執笠，但係又拖拉咗好幾個月先真正關門，或者見到佢哋就算每日得2、3台客，都依然要咬實牙根開門迎客。背後唔係因為佢哋對香港市場充滿信心，而係因為佢哋正在同業主進行緊極之痛苦的法律談判。佢哋每開門1日，就等於係向地產商交1日的贖金，直至佢哋背後的母公司頂唔順，或者法律程序行到最後一步，先可以宣布清盤徹底解脫。而喺呢個過程入面，大業主的心態其實係極度冷酷無情。喺佢哋眼中，無論你是搖搖酸菜魚，定係其他乜嘢爆紅的排隊名店，你都只不過係佢哋資產負債表上面的一個數字，一個用嚟向銀行證明呢個物業仲有吸金能力的工具。當你呢個工具冇利用價值，榨唔出油水的時候，佢哋會毫不猶豫咁將你一腳踢開，然後用最快的速度去尋找下一個目標。呢個就係今時今日香港地產同餐飲零售業最真實、最血淋淋的黑幕。大家都喺度玩緊一場睇下邊個頂得耐的危險遊戲。租客用自己的真金白銀，用每個月幾十萬上百萬的血汗錢去頂，大業主就用自己的信用，用同銀行的關係，用老本去頂。
而導致呢一切造成通街吉鋪都無人肯減租的罪魁禍首，正是隱藏在背後那隻由銀行金融體系同物業估值機制所組成的無形黑手。如果一日呢個物業估值的遊戲規則唔改變，一日銀行對 call loan 的條款依然係咁苛刻，咁香港的市道就算再差，我哋都好難見到租客同業主可以真正坐低心平氣和咁減租共度時間。呢個由高地價、高租金所築起的高牆，依家已經變成了一個連鎖的枷鎖，將所有人，包括風光一時的過江龍餐飲巨頭，以及表面高高在上的大業主，通通死死咁綁喺同一條正在下沉的船上面。